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時間，我是今晡日要教大家運動的阿凱先生。等一下要教大家練的是提升我哋肌肉力量的動作哦。提升我哋肌肉力量的話，我手臀腳拿東西的時間、行路的時間那麼有力咯。等一下錄向下聽準先生來運動哦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先來做18臀身體熱烘來的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一隻腳先開體內烘，另一隻腳向頭前用體內烘。做的時間呢，我嘅腳向頭前，7條向頭前。師傅先向頭前送出去，送出去的時間，我兩隻手向頭前向當高壓烘來，變下來的時間慢慢啊變下來，師傅路向後背，安尼變下來，向後背坐下去，頭前一隻腳伸出，安尼算一個哦，安尼向頭前。數壓烘來，變的時間，師傅向後背數變下來，安尼慢慢啊做，變下來，我哋做的時間咧，壓烘來的時間可以縮起。下來的時間可以跳起，數壓高的時間呢，到當高的時間可以停一下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師傅向後背的時間向用哦，可以停一下哦，上去下來，一片做下，我哋錄完片，向用。壓烘來，變下去，壓烘來，變下去，壓烘來，變下去，縮起，跳起。下一個動作咧，做的時間先坐體內烘，我哋嘅腳一隻變頭前，一隻變後背。變的時間咧，我嘅手可以變體內烘，身體咧向頭前，慢慢啊向嘅右手邊轉過來，轉過來的時間，你嘅腳打開來，慢慢啊。變到安尼，手變體內烘，安尼算100，向個左手邊踢200，2、3、4、5、6，我做400就好誒哦。8、9、10。也慢，我開始來做我哋嘅主運動嘅哦。第一下運動呢，我用到我哋嘅腳，有個人腳冇力的話，可以拿一種凳呢，天數做。也慢，我哋先做有凳呢。做嘅時間，我哋兩隻手用凳的當高，冇力的話，可以用嘅手天數來出力來做。開始的時間，兩隻腳打開來。我哋等下要屈下去，記得屈下去的時間，向個師傅
向後背慢慢啊坐下去安尼，好，慢慢啊坐下去，好，腳出力放來安尼，慢慢走路好誒。啊，有個人腳無力的話，可以用凳呢，好，豎標蹲，坐下去的時間下去，好，用那腳臀豎出力放來一。慢慢的下去，你下去3、4、好，無力的話可以休息一下，1、2、3，開始了哦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記得做嘅時間，我哋先縮起，屈下去，放落嘅時間，跳起，縮起，屈下去，放落，跳起，好，屈下去，放落，好，豎標也無力的話，可以做另一種。我哋先坐凳的當個，坐蹲，好，你嘅身體嘅平衡，好，兩隻手用呢夾緊當個，慢慢啊向頭前，站上來，下去嘅時間可以坐蹲凳呢，出力你嘅腳出力，慢慢啊。站上來，你下去3，慢慢啊坐下去4，慢慢啊下去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啊坐下去。一擺愛教大家做嘅係，我哋用起我哋嘅腳嘅力量哦。等下咧，我哋冇拿凳呢，我哋暫停一片，做嘅時間，數冇凳呢可以標哦。好，用我哋嘅腳，慢慢啊屈下去，站上來，屈下去。站上來，好，記得做嘅時間，背囊要平衡哦。有個人背囊冇平衡，會變安尼，安尼做唔得咯。背囊平衡，向後背下去，放來，縮起，放來，安尼慢慢走路好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7、8、9、10。還有一種哦，字谜一種是拿蘇能數，蘇拿頓廿個，吼，廿到唔係頭嘅蛋糕哦，唔係頭前哦，好，做嘅時間，同樣慢慢啊，浮下去，站上來，安尼算一擺哦，浮下去。站上來，浮下去，站上來，好，來穩片做一擺哦，浮下去，站上來1、2、3，好，慢慢做入去哦，好，慢慢的下去，4。6，好，無力的話可以休息一下。1、2、3、8、9、10。好多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要學會冇？等下你叫下停頓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一晚我開始來做我哋嘅主運動嘅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拿蘇能數。呢個動作咧做嘅時間，我哋先一隻數一隻數來做。拿頓一條蘇能數。大下一片用呢腳大下，好，另一片呢用我哋呢右片的數拿頓，向落背，壓上來，壓到我嘅數臀體內強用落去哦，唔好太高，變安尼，好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好，壓上來1，好，慢慢啊下來2。3、4，慢慢的下來6、7，壓上去的時間，跳起下來的時間，縮起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我哋溫數哦。我哋做數來做，同樣向蛋糕1、2，記得哦，係向落背哦，唔係向頭前，唔係安尼哦，好。壓上來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做入去。有力的話，壓上來時間可以停一下，1、2、3，變下來。壓上來停一下，1、2、3，變下來。好，一晚我哋揾兩隻數做哦。好，兩隻數做嘅時間，用一隻腳用蘇能數蛋糕都可以。數咧，拿頓一條蘇能數打開來。向蛋糕1、2、
慢慢啊下來，3、4、5、6、7，慢慢啊不用下來哦，8、9、10，不用下來。下一個動作，係練我哋腳嘅動作哦。開拿燈嘅天數，做嘅時節，一隻腳不用頭前，另一隻腳不用後背。好，數一隻數可以不用燈嘅蛋糕，天數出力。另一隻數咧，不用師傅一片。下去嘅時間，慢慢啊，屈下去，後背一隻腳屈下去。唔是屈到天內風哦，愛到天內風都可以風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我哋彎片來做，佢用一隻腳不用頭前，一隻腳不用後背，另一隻手用嘅師傅一片下去，放來，好，下去嘅時節，縮起，放來嘅時節，跳起。開始了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等下咧，我哋做嘅時間都冇燈嘅哦。燈嘅可以先不用蹲，不用好。好，我哋做嘅時間，兩隻手用嘅師傅一片。屈下去，站上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慢慢走路好誒，8、9、10，好，彎腳，好，慢慢走哦，好，屈下去，放來，屈下去，放來，好，無力的話可以休息一下，1、2、3，好，字米3咩，1、2、3。運動做起來，也嘛愛來做18分身體不用輕鬆的動作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左腳不用頭前的體內風，右腳向後背伸出，兩隻手不用體內風。開始的時節，我哋左邊的手向後背向當高，安尼伸出，慢慢啊歸來。
安尼算一擺吼，向落背，向當個唇齒，回來，唇齒，安尼回來吼。記得咯，做的時陣應該是莫向後背哦，係向外邊的當個一片，唇齒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吼，唇齒，變下來，吼。無力的話，唔嘅後背一隻腳，會開天來風，好，慢慢啊做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哋要慢穩片哦，同樣，我哋嘅右片腳向天來風，後背一隻腳同樣唇齒。數向落背，向當個唇齒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向當個壓風落的時節，縮起，下落的時節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縮起，頭起，好，一慢我哋揾第二個動作，先一隻腳開天來風，兩隻手並頭前，另一隻腳咧向嘅另一片唇齒，安尼並天來風，好，我哋咧一慢右片，一腳開天來風，用我哋右手。向嘅左手片，唇過去，向右手片壓風來，一、二，慢慢做入海哦，三，好，慢慢啊做，轉風來，好，要慢穩片，左腳開天來風。右腳唇齒，好，縮起，頭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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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晡日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，讓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頓，我哋下次見。